再來看台北一間私立的幼兒園，有家長指控老師虐待囡仔，洗囡仔喙皮、巴頭，閣無要互囡仔食中晝。幼兒園的2個班有計共有23個人，有12個人受害。家長嘛真不滿幼兒園處理的態度，閣想要暗崁，嘛批評台北市的教育局攏無積極的作為。真濟家長出面艱苦甲流目屎，唔甘囡仔佇咧厝裡行為變甲無共款，定定半暝磨喙齒，做惡夢做甲精神。尤其是無想要上課，控訴一切的原因，就是台北市一間私立的幼稚園兒童不當管教。我們看見孩子在幼兒園被粗暴的拉扯、不當的打罵，甚至我自己的孩子是被老師用打巴掌的方式處罰。老師經常刻意的將孩子孤立在角落。甚至是午休昏暗的走廊上，老師請他到走廊去，用像狗一樣爬的方式，還有蹲下來走的方式，來回在走廊移動。家長串聯指控老師會對囡仔肢體暴力，像講講究、講拖、扇頭、扇喙皮，閣無要互人食到，閣有真濟無合理的處罰。全幼兒園的幼幼班，也閣有混齡班，23人內底超過一半有12人受害，出現超過40件疑似牽涉不當對待的代誌。對比基隆市政府，我們什麼都沒有安置也沒有，輔導也沒有。面對整個的代誌，家長質疑園方無要無緊，甚至挑意來暗崁。嘛不滿教育局按幼兒的安置、心理的輔導、調監視器，也閣有對涉案老師相關的處罰，各項代誌都安尼拖刷刷，卡手有夠慢。目前為止，就是說我們查到的行為人是2位老師啦吼，那這2師就是我們第2位也請他停止。台北市教育局回應，目前已經初步清查，將2名老師停職，袂使擱入去學校。嘛已經先對幼稚園這邊延前通報罰3萬塊。數日內完成訪談，也閣有相關的調查了後，只要確定不當管教行為人上當會懲罰，終身袂使擱任教。啊，若負責人也閣有當初知影代誌無通報的人，攏有連帶責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